曾渴望那征服的八端，能指引我的人生，不再迷茫，如同飛鳥在天空中翱翔。你哋唔好判斷人，免得你哋受判斷。因為你哋用乜嘢判斷嚟判斷，你哋亦都要受乜嘢判斷。你哋用乜嘢尺量度人，亦都要用乜嘢尺嚟量度你哋。為乜嘢你只睇見你兄弟眼裏面嘅木屑，而對自己眼裏面嘅大梁竟然唔理會呢？或者你點可以對你嘅兄弟話，等我將你眼裏面嘅木屑攞出嚟，而你眼裏面卻有一條大梁呢？假善人啊，先從你眼裏面攞出大梁，然後你先至可以睇得清楚，攞出你兄弟眼裏面嘅木屑。你哋唔好將聖物俾狗，亦唔可以將你哋嘅珠寶投喺豬嘅前面，怕佢哋用腳踩珠寶，而又轉過嚟咬傷你哋。你哋求，定必會俾你哋；你哋揾，就必定會揾到；你哋敲，就必定會為你哋開。因為凡係求嘅，就必定得到；揾嘅，就必定揾到；敲嘅，就必定會為佢開。或者你哋中間有邊個人，而只向佢求餅，反而將石頭俾佢呢？或者求魚，反而將蛇俾佢呢？你哋縱然不善，尚且知道將好嘅嘢俾你哋嘅仔女，何況你哋嘅在天之父，豈不更將好嘅賜予俾求佢嘅人呢？所以凡你哋願意人為你哋做嘅，你哋亦都要照樣為人做。法律同先知都係咁樣。你哋要從窄門進去，因為寬門同大路導入喪亡，但有好多人從嗰度進去。嗰啲導入生命嘅門係幾咁窄，路係幾咁狹，揾到佢嘅人的確唔多。你哋要提防假先知，佢哋嚟到你哋面前，外面披住羊毛，裏面卻係兇殘嘅豺狼。你哋可以憑佢哋嘅果實辨別佢哋。荊棘上豈能收到葡萄，或者蒺藜上豈能收到無花果呢？咁樣，凡係好樹都會結好果子，而壞樹都會結壞果子。好樹唔能夠結壞果子，壞樹亦唔能夠結好果子。凡唔結好果子嘅樹，必定要斬咗佢落嚟，投入火裏面。所以你哋可憑佢哋嘅果實嚟辨別佢哋。唔係凡向我講主啊主啊嘅人就能夠進入天國，而係嗰啲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嘅人，先至能夠進入天國。到咗嗰一日，有好多人要向我講主啊主啊，我哋唔係因你嘅名字講過預言，因你嘅名字驅過魔鬼，因你嘅名字行過好多奇蹟嗎？喺嗰個時候，我必要向佢哋聲明話，我從來唔認識你哋，你哋呢啲作惡嘅人，離開我啦。所以，凡聽咗我呢啲說話而實行嘅，就好似一個聰明人，將自己嘅房屋建喺磐石上面，遇到雨淋、水沖、風吹、襲擊嗰座房屋嘅時候，佢並唔會坍塌，因為基礎建喺磐石上面。凡聽咗我呢啲話而唔實行嘅，就好似一個愚昧嘅人，將自己嘅房屋建喺沙土上，遇到雨淋、水沖、風吹、襲擊嗰座房屋嘅時候，佢就坍塌咗啦，而且坍塌得好慘。耶穌講完呢一啲說話，群眾就驚奇佢嘅教訓，因為佢教訓佢哋就好似有權威嘅人一樣，唔似得佢哋嘅經師咁。慈悲是愛滿人間，謙卑是最美的容顏。聖經注釋：聖物、珠寶指神聖嘅奧理，狗同埋豬指嘅係心懷惡意嘅人。舊約嘅總綱亦都不外乎係愛人如己。窄門、狹路指嘅係誡命，
背十字架嘅生活。清心寡欲是我的心願，內心不再有煩